1000yen大癲法式蚝拉麵，等我變身先。今次你介紹呢間位中野博圍，一出行3分鐘左右。食蚝拉麵啊，開到成夜晚10點，有中英日文，肯定唔會買錯啊！覺得唔夠可以再加蚝，今餐一於蚝食。店內大概10個位左右。蚝拉麵930yen，濃口版1180yen。呢個 fusion 拉麵有啲料到，額外加多2隻蚝，加多400yen。嗱，呢個真係拉麵嚟噶，睇到都流晒口水。試試先，濃厚 creamy， 啲蚝都唔細隻，一隻200yen嚟講都算唔錯。日本小姐姐試食，和米，最後可以叫埋呢個法式和肉，其實即係加麵。呢個大癲就咁食又得，雖然話係加麵，呢個根本就係意粉，加埋落碗麵度一齊食亦得，真心正啊！個湯梗係要飲晒。正です，中意蚝嘅朋友就唔好錯過，呢個價錢大癲啊！睇得起埋輕先住，下次再見。